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起来咯》，我是高本。人们提讲啊，更加越来越多后生人回到自己的家乡，选择来从事农业，来做农民朋友。不过呢，今日到底係有兩版的故事，其實啦，大家都想要知哦。故事根本呢，人們就特別邀請嘅菜啲好朋友，基本上呢，睇種物嘅東西，佢有兩版神奇嘅故事，還係夾夾嚟邀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歡迎我哋阿貴、李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阿貴，然後我來自高雄六龜，我是種植珍珠芭樂。阿貴啊，歡迎來到節目裏邊。頭有講到係種臘八的嘛，更加臘八的種植面積大概多大？芭樂大概2甲，對，那香蕉大概1甲6。哎呦，更加還有種香蕉啊，還多了香蕉。對，沒錯。那按你講好了，臘八的同香蕉，你這個品種啊？更加選擇有哪一些？有種的哪一些品種？芭樂的話，大部分還是珍珠芭樂。那今年有種一些特殊品種，少籽的紅肉跟少籽的白肉。哦，哎呦，安尼糖紅的幾好食。那香蕉呢？香蕉係最常人能看到的嗰種北蕉嗎？對，它是北蕉，但是是新品種烏龍。哦。它就是燻起來的時候，它是很金黃色的，所以人家才叫它烏龍。哦，我想說，是不是也看空來都會烏黑黑的，所以才叫烏龍？原來是這樣子。那阿貴，你這個種臘八的睇六龜嘛？我們知道六龜大部分都是山坡地這些比較多，可是你這個還田，大部分也是在山坡地嘛？沒有，我們是山坡下，山坡下還是平原，對。像我們在管理，就是我們會比較間距會比較大，那病蟲害防治的話就會比較輕鬆一點，那整個管理上來就會比較走向農企業的方式去做大面積的管理，這樣我們在品質上出來也會比較穩定一點。你這個在種的時間，我們都知道說，其實臘八的喺嗰度병蟲害，這個用辦去做一個병蟲害預防啦，也係講去處理一條병蟲害。其實我們只要把它的身體顧得強壯，那病蟲害的部分，我們其實就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再去做額外的處理，我們可能只要做基本的防治。那本身它的根系只要養好，它本身就像人一樣，它其實就不太會生病。對，這樣對於我們在管理上面就會輕鬆很多。哦，講到一個根系的管理同照顧，我聽講啊，嗰度哪怕係有的人啊，以前我有聽過生牛奶呢，喝牛奶啦，也係講一種發酵類的那種給人做飲用的飼料。那你自己有什麼特殊的一些可能講的飼料肥料啦？你照顧你這個臘八的呢？像牛奶的話，我也是會泡，那它就是補充它的養分。那我自己有做鳳梨酵素，那補充它的氨基酸。那最主要，因為我覺得年輕農民是這樣，我們可以接受很多新的東西，所以我們還會用微生物防治，就是我們會用一些好菌去抑制它，或者是幫助它成長。像我自己在用的抑菌可能就4、5種，那每一個時間、每一個時段弄的菌都不一樣。對，那讓他去做很好的發揮，這樣子。哦，阿貴，安尼糖紅的嗰神奇呢，就是蠻有趣的。你講你用的菌，嗰度種無菌用的，你可以再詳細同大家分享一下講，某個時節要用某個菌，用某個方式，在不同的時節選擇的菌是什麼，它應用的狀況或時間，可以再詳細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像我現在比較常用的，可能就是光合菌，那龍鱗菌。木黴菌，然後放射菌。那像光合菌的部分，它是主要它是固氮。我們植物就是氮磷鉀。氮就是讓它成長，那磷就是讓它催花固根系。那鉀的部分就是讓果實更甜一點，然後更好吃。那像光合菌，我們可能就在用在中前期的時候，它需要氮素的時候，我們就是用光合菌讓它固氮，然後讓它的氮吸收會比較好。那催花的時候就是用龍鱗菌。顧名思義，它有磷，它就是要把它的磷提升到最高。那我們在中段，它在開花之後是不是要結果？所以我們的磷讓它高一點，那開花的成果就會比較好一點。那像木黴菌的話，我就是可能在修枝之後，因為木黴菌算是很強勢的一個菌種，它在分解上面，那像枝條的分解，那它的循環的部分，我們就會用木黴菌讓它去分解它的樹木枝葉，然後讓它成為它的養分。對，那我剛剛還有講到一個放射菌，其實放射菌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菌種，在芭樂樹上面，因為芭樂會有一個病害叫做線蟲。對，就是等於說就是像我們人體的癌症一樣，它就是樹的癌症。對，那放射菌它其實是好菌，那它可以去吃線蟲。雖然它說是蟲，但是其實它是一種菌。
它是在显微镜下面看起来它很像是一只很小只的虫。对，那我们把它原本放射菌下去之后，让它抑制，它虽然不能杀死那些线虫，但是它可以抑制它生长，所以就会导致说，我们的根系只要放射菌足够就好，那抑制它的线虫，那根系发展越好，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在防治上面，其实我们就不用下太多的化学农药。对。那在化学肥料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这些好菌每一个时期用的时候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它在肥料的吸收上面，其实就不用那么多的化学肥料，我们可能只要在前期或者是中后期的时候补一些有机肥就可以了。就等于讲，其实也有比较天然的菌的皮料，其迄菇其它本身的身体用的啦，就是让这个根啊，或者是说可能讲哪怕的它的树本身就比较健康，其实不是加其他有的没的，就不用加其他额外的发后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那能提果农的角度来讲啊，像哪怕的我们知道其迄卖果的嘛，那你们希望说发馈过多一些，还讲花是开固定的量就好。像花的话，其实它是像我们来讲是固定的量就好。对，你如果开太多，不是不好，就是你后续还是需要做疏花。可能一棵树我可能也只会让它成长，可能100颗到120颗的果实。那你太多的话，我们可能也是要疏花。但是开多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性。像一般太多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在包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在包在中下段，因为上面太阳会照射到，所以我们上面通常都不包。对，那你开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附加产品，可能就是我们在包的时候，它一颗花通常会有3颗果实。对，那我们只会留中间那颗，旁边那2颗我们就会输掉，但是那2颗我们还是可以做利用。对，像中药行会跟我们拿。那明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开发就是花果茶系列。那它芭乐籽它其实很有芭乐的味道，我们之后可能会做烘干，然后把它做成茶包。就等于讲，其实你要用的，要留下来的，其实哪怕的就是有固定的量，就是品质够好的，其他的唔係講弄下的就不要了。其实它是留下来，还有其他的利用，唔係講變咗人講嘅農肥啦，其他喺資材的部分。條到有講到加工的部分嘛，佢說，阿貴人喺某個時節自己有想到說，開始我來做一個食品的加工，像根本你帶來嗰度，其實都沒有鮮果，其實都係加工的，是你。生產的量太大的，也還講有其他人跟你說，其實可以來做加工，是在這樣的狀況下，你自己才想來做這些事情的。應該是說，我之前其實是加工出，就是在之前的加工廠做過工作。那其實，在農業的上面，它其實現在也是在推廣1、2、3級。1級就是做生產。那2級就是做加工，那3級就是做銷售服務。對。那因為我們在偏遠地區，在運輸上可能會輸市區一段時間，可能像我的小販，他如果要買我的芭樂，他可能就要來回就要加4個小時，就是他半天的工錢，那半天的時間。那對於我們來講，我們為什麼會做到加工？第一，因為我們要在做食農教育，那食農體驗，讓生果變得不一樣，讓它吃的比較多元化。那也可以在我們價格比較低的時候，我們把它做成加工，讓它的販售時間變長，那它整體的產值就會提升。根本你帶過來就是近期研發出來加工的喇叭的嘛？是。那可以好好同大家紹介一下嘛？給順和的體驗啊，我就看到了，一定是果乾，對不對？其實果乾的部分它很簡單，每個人都會做，但是芭樂農夫有果乾，是很正常的吧？對，那簡單的也有，那中間跟後面困難的也有。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果汁，因為一般在市面上的果汁，它其實都是比較偏向濃稠的。那我覺得有時候有一些人對於濃稠的感覺，他們可能會有一點害怕。對。那我們後來找的機器，然後廠家，我們都希望它做出來的感覺是清爽的。後來輾轉之下找到一台進口的機器，那它出來的品質跟我們想要的效果是 OK 的，所以它等一下喝，你可以試喝看看，它喝起來是清爽的。對。那後面的芭樂新茶，其實它也是去年我們才就是跟夥伴們想出來的一個新的產品。那雖然芭樂新茶很多人在做，但是他們一般都是用烘乾。那因為剛好我們在六龜，那我們有很專業的製茶師，那我們就跟他討論說，那我們的茶芯就像
做茶叶一样，用揉捻发酵，然后做去腥的动作，把它做出来，会不会它的风味会跟一般烘干出来的不一样？对。那我们试了很多次之后，结果真的它的风味真的不一样。汤阿贵用分享的按动啊，还好这个司机的是可能性、爽可能性，张底下讲唔讲的，还有没有真的？那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可能从果干开始好了，好吗？要给果干啊，有加其他糖啦，也还讲其他成分下去嘛，还讲贵料的，就是整个芭乐就下去做果干。芭乐的部分，我们就是把籽去掉。然后我们有加盐跟一点点的糖。那有些人说，加工为什么还要加盐跟糖？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加盐？盐的话，我们是要去腥，让它软化。因为芭乐它的水分其实没有很多，那纤维很重。那如果你没有做去腥的动作，它吃起来会很硬。对。那糖的话，其实是要让它的亮泽度好一点。对，那它也会有一点点软化的感觉。那糖我们不会加很多，因为本身如果芭乐的品质好，我们糖就不用加那么多。真的，头到按的是以后啊，就是阿贵，你要给替它吃下去，就是一种很香很香、清浓的给喇叭的味道。等于讲，也是还一个甜蜜，真的不像是砂糖啊，也还讲其他蜂蜜啦，各种的糖，但就是喇叭的甜甜的那种味道啊。再来后韵就是是拜含就是盐巴还是什么那些的那个味道回过来的那个味道，真的就很好吃而且它不会天干。它还有失败这种弹性的口感里，对，你没感受到就不给变得很像饼干那一种，这不是那一种饼干哦。对，糖它的用意其实可以让它的纤维键组织起来。原本我们可能盐烘干之后把它整个压缩了，但是我们一点点的糖可以让它里面的组织键再让它撑一下，对，就让它吃起来不会像一般的果干，可能就太干，就吃下去就很硬。真的，要个真是可以做点心，可以一口接一口按来吃。不自觉的就整包就吃完了呢。观众朋友，要跟喇叭干啊，真是毛上都暗好是可以一口是还一下都毛的。不过喇叭的茶很凉拌的米汤呢，跟到精彩故事休息一下，再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讲喇叭的鸭也做得做茶，呀个茶呢是烘来黑马个米头，今天呢果本就是烘来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阿贵，安尼批烘来同湿烘来个米头冇相同嘞，不太一样对，安尼批其实有一种茶叶茶型加上喇叭的米头，就是茶叶混合着芭乐的味道，但是喝下去之后，其实芭乐味没有想象中的重，它等于是一个很香的茶叶。可是我公母烘了公鸭跟茶型黑马跟茶，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它是茶，可是你不会说它是芭乐茶，真的第一口不会这种感觉。可是我鸭跟它真的是用喇叭的鸭芭乐叶，是老叶呢还是嫩叶能去做的呀？像这个的部分我们就是取芭乐心，大概也是像茶叶一样，大概1心2叶。因为如果你老叶的话，太大的话，它做出来的风味就没有很好。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也有直接用烘的，那日晒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刚好我们自己在地就是应该算新发，算是以前一个制茶的村落。对，那我就想说，我们村落有这么多这么棒的资源，那不然我们就用制茶的方式做看看好了。等于说我们就是把芭乐心取代于茶叶，然后去做。那我们其实做的方式也做了2、3种，有做红茶的那种程序跟绿茶的程序。那后来我们就挑了一个。对于这个芭乐心，它喝得到它的香气，那因为可能本身它芭乐心它的韵味就没有很重，所以我们就用做茶的方式让它韵味可以再延长一下。那当你喝的第一口，你会觉得好芭乐的茶叶，对，你就会像我们如果以前在路边我们就会看到土芭乐，然后拿起来搓一搓，就是那个味道，对，就是那种感觉。观众朋友，我发现到是椰比茶清奇妙，体后是下去冇个喇叭的味道，但是呢，加上那个喇叭的这个茶叶的时候，在嘴巴里面嚼，又多出第2种那个喇叭的，就真的很像在
是给喇叭的，然后蹦茶的香浓，真的就是那个味道。我刚刚不小心吃到一片茶叶哦，原来芭乐的味道是藏在叶子这里。对，而且啊，我发现到讲，也给喇叭的茶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像那个茶叶吼，可能泡清酒，它会越来越苦涩。也个讲唔会呢，因为其实从头到尾的聊天都紧嘎啦吼，其实过了一小段时间，但是它其实没有到说很浓或者是很苦涩的味道出来。其行喺失败头到尾讲哎，淡淡的啊，就是尾韵带着一点点很甘醇的味道，直到你吃到这个叶子，然后芭乐味就爆炸这样子。真的是很有趣哎。除了要给茶，头到用阿贵有时候给要给果汁嘛吼，果汁也是特别的。对，那等一下哦，果汁就会要给制作单位有准备的。看风类同样的一般市面上买的哪怕的汁无嘛共用的，因为一般的芭乐汁我看到的没有按的分层呢。对，你们这个有分层。对，这是最天然的。一般有一些如果让它没有分层，它就需要加界面活性剂。对。那因为我觉得我们种植很天然的，我们就不需要加一些化学。它其实我们只要喝的时候稍微摇一下，那不是它的渣渣，那是它的纤维，因为芭乐它的纤维很重。对，那我们有时候客人回馈是说，老板你们的芭乐怎么那么甜？是不是你们的芭乐汁还有加糖？我说没有，那就是它的原味。所以有时候像我们的原汁买回去，我们都会建议客人说，你如果觉得太甜了，你可以加一点水，然后或者是加牛奶，就变芭乐牛奶。对，然后最特别的，你还可以加咖啡。对，咖啡吼。对，你就去买一杯美式咖啡，然后加一点点芭乐汁，然后喝起来就会有它的果酸味。对，然后让咖啡的味道更显著一点，那也不失芭乐的一个风味。阿贵真的呢，头头啊，按你吃下去，天后感觉贵甜，但是天以后之后那种果酸的回韵就出来，所以真是没从你讲的市面上的那种加糖，它是真的是天然的甜味。按你除了做一个茶型，同做一个果汁之外，你睇全部的加工里面。这些会很困难吗？因为像我底下讲茶型，你们是有找制茶的师傅，他有他的专业，一定 OK 嘛？你果汁，你在做这个果汁的时候，还特地说它是需要不像外面这样子是混合着的。等一下这个果汁是不是你花了特别多的心力？应该是说也找了很多厂商，也用了很多果汁机去做尝试。因为一般来讲，外面市面上比较常看到的，可能就是慢磨，或者是用那种。某差夫人的果汁机直接下去打，那它打出来的味道就很像我们一般在市面上喝到那种比较浓稠。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刚刚上一趴有讲到说，其实浓稠对于有一些小朋友啦，或者是老人家，他们喝起来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害怕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找了很多厂商，也去询问了，那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些sample 啊，或者是做一些范本，让我们去参考看看。那后来也刚好有这个机会，有一个朋友介绍说，有一个进口的果汁机，对，它很棒，但是它的单价其实算是有一点顶天的价格了，就700贵的啦，对，对人来讲，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好的产品是需要用好的器材去把它做辅助的，所以我们就狠狠的就是说，我们先去试看看，试一次，觉得出来，口感像你刚刚喝的，它很清纯，就是很单纯的味道。那果酸味也都留得住，甜味也都留得住。那后来我们就直接把它就是荷包失血了一点，然后就把它买下来。就等于讲，其实这是一个事前的投资啦，哈。那可是成果确实是可能吃得到、看得到的，这样真的很特别。你能做的有按到好的产品也好。好的原料也好，那刚刚还讲，在你们的这个推广里面呢，你这个有去调呢吼，就是说食农教育体验这个部分嘛。那唐公，你这个还因为这个去设计了一套体验，也还讲食农教育的一个流程，对，是不是？对，就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是这样子。我觉得在地农民，那刚刚讲的交通问题，那也是需要我们去审视说，我们客人都开了那么久的时间，可能1个半小时从高雄市区到我们乡下流归来，那我们要让他去很亲身去体验到说，怎么样才是在地的活动。就像上次我们有办一个活动，
然后厂商说，你们的椅子在哪里？我就说没有啊，我们就是做篮子就好了啊。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让都市人做篮子？我说，今天你是要来我的农园体验，你当然要做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对。后来我们有那个升级版啊，有帮他准备一个海绵的垫子让他做。我们讲跟蓝的边都转了，然后一个布保红一样。对，他们的屁股比较不会那么痛。那像我们自己在做流程体验，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去设计。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小巧思，我们就是介绍芭乐的一生，然后从前期到最后到他吃到，他可以知道说，原来我们种植芭乐的过程跟辛酸血泪。对。那我觉得在一般的体验上面，可能就是无感。对，就是眼耳口鼻嘛。对。那我们有多加入了一个元素，就是情境。当我们今天在一个情境下吃了一个农民很用心种植的芭乐好了，那在这个整个环境我们把它营造出来，那当他在吃这一口芭乐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或许有不一样的感觉。对，就像我带体验的时候，有一个阿姨，我就说，你们吃芭乐的时候，请把眼睛闭起来。那大家都在笑，为什么要闭起来？我说，你眼睛闭起来，你就可以不用关系旁边的嘈杂的声音。对，他就说闭起来，吃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对，虽然你在家可能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才会偷偷闭起来吃啊，但是你在果园闭起来吃，大家都会觉得说那是正常的。对，我觉得就是把这种情境带入，然后介绍我们的种植管理到最后，这样让大家知道说，他来参加这个游程，他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那种体验嘛，以一般的行程差不多会是多久的时间呢？这样子一个流程，这种六感体验。像一般我们都大概抓在1个半小时左右。那有时候也会配合团体，或者是你们想要有不一样的体验感觉，可能是亲子，我们就比较走向亲子的部分，让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手做。那如果今天我们接的可能是比较老人团的部分，我们可能就会在介绍种植上面跟他挑选上面会比较着重。我们也会因客人他们的需求去做调整，这样子。那小朋友来都能演的地方的时间，会不会带给人去鸟虫去抓那个芭乐树上面的虫？他们应该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当我这样深入的去带他们之后，他们觉得说，就连挑芭乐，他们也会觉得说，原来是这样子。对，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真的很多人都知道说芭乐怎么吃，那它怎么生长，听人家说它怎么长。对，都是听人家说。那当他实际踏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原来都很不一样。对，那举例来说，就是上次我带一个团，然后有一个大姐说，不会啦，我在菜市场多会挑，真的。我就说没关系，你就听我的，然后我带你挑一次，然后你去挑你自己跟我带你挑的这2颗，因为我们都会当场让客人说，我们采完了洗一洗就可以当场切来吃。对，然后他就去挑完，他就心说不可能啊，老板我在外面买了那么久，怎么可能？老板比我厉害。对，结果他去比较之后就说，老板你真的很厉害呢。对，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毕竟我们在这个行业上面，那我们有用心的去学习它的每一个角度，那针对的点，那我们每一个管理的模式，它可能会让它芭乐出来的口感、那韵味、大小，那其实是我们可以稍微去做控制的。不像你在市场上面，我都跟客人讲说，今天虽然我的东西会贵了一点，但是我会让你的吃到好吃的几率可能有8成以上、9成以上，不像你在菜市场可能只有5成、6成。你今天买不会啊，我菜市场都很好吃。我说你明天再去采的时候，你再去买的时候，或许你买的不好吃。对。那我在芭乐的宅配上面跟自己种植的那个针对点上面，我只有针对一个点，就是说我要让客人知道完熟的芭乐。因为市面上的完熟芭乐很少，那是因为在配送的过程中，可能你太熟了，那耗损率就很高了。对，那我们都宅配的部分，我们都是尽量让它可以吃到比较完熟的芭乐。对。就会本地讲，其他个蜂蜜头係真的完全出来的，唔咩太生嘅，講爛嘅。對啊，所以同阿貴人安尼分享，真是當然好呢，
用办去中把喇叭的，再去讲生喇叭的，这规个行场放落就是一个完整的，可能讲是农教育也讲体验的课程的吼。哇，观众朋友，听的阿贵的分享啊，唔但讲讲新年呢，也讲老人家，大家上回去，应该这个马上也上回去体验一下呢。啊，不过还有更多精彩故事，甚至于讲好高好料的知识都，等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上一段节目底杯，阿贵同大家分享的，其实喇叭园底杯啊，可以识喇叭的，吼体验也到农师。啊，除了安尼以外，其他个喇叭园底杯还可以做乜嘅呢？阿贵，头头有分享到，我们农师体验吼有六感嘛，吼，伊都我们喇叭园底杯吼，其他的也唔单讲嘅起啦，吼，有可能坐啊，提个坐在那边啊，有面啊，提个我可以躺在那里吗？可以。如睇人家喇叭园底杯做这些体验啊，可能讲是喇叭的哦，饮嘅喇叭的茶，甚至于讲果酱。那在这个里面，你还有特地为了这些体验有去设计什么料理啦，也还讲匹配的行场吗？其实我觉得，本身的环境种植环境，我不会因为了做体验而去做改变。对，那其实很多客人去到我的园子说，这怎么好像公园一样？对你本身就有这么好的环境，就像你刚刚讲的，可以躺吗？可以，你可以踏草，然后躺在草地上面，它去整个就像公园一样的感觉，根本不是果园。那我们在这一连串的系列里面，我们为了他们，为了在果园里面吃芭乐，不单单只有吃新鲜的芭乐，那我们也有结合料理。对，我们之前活动就有请了2个老师，一个是专门做烘焙的老师。对，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结合，那把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烘焙老师就带我们的学员做一些法式水果卷。原来芭乐的鲜果也可以结合在烘焙里面。对，那其实我们后来还有另外一道料理，就是我们请了林胜时的老师。对，林胜时你有听过吗？林胜时，他个名是一般的名字呢，还很爱相当的那种林，就是没有存下来的师傅的林胜时呢。对，那我觉得我们的理念是这样，我们要把一颗芭乐可以很完全的把它吃完，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那天我们其实我们在辗转之下也是经由人家介绍，那听到有一个林胜时，我觉得我们农业是这样子，种植已经很辛苦了，那我们要让消费者可以把全部的东西都吃完。那林胜时的老师可能就是帮我们做了2道料理，可能做了那时候做了1道沙拉，最简单。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这样，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料理是不是要做得很复杂？其实不用，其实越简单的料理，其实就是最好的料理。对，人家说要吃原型食物，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料理是这样子，只要我觉得把想要的东西那带给消费者，你的理念，那我觉得每一道料理就是好料理。因为我们芭乐它其实在芭乐园里面开火比较不容易。对。那我还有请一个我大学同学，他是在做中式的厨师。那我就把我的芭乐寄给他，然后去请他帮我做研发。那他就把芭乐跟糖醋，把它加在一起，做成一个类似芭乐盅的概念。总是料理呀。对。那其实芭乐它在食品上面，它其实也可以结合很多。就像今年过年，人家吃乌鱼子是不是都要加苹果？加肉片的。对，我们今年就加芭乐，其实它吃起来也是很清脆。对，然后有一定甜味，它是一个很棒的食材。对呀，其实喇叭的因为中的喇叭的它是有一种果酸味，嗰时候其实烘了，它可以连带的种给醇乌鱼子这些的那个腥味啦，也还讲给它腻口的感觉再挥发掉。对，可以是跟斗，真是鬼好呢。你能做一个料理在体验的底部的时间也吃得到吗？如果是需要料理的部分，我们时间可能会先跟客人先讲。对，因为正常来讲，他们如果早上可能8点出发到六龟，可能就大概9点9点半了。那我们在做体验1个半小时带下来，也都快吃饭了。如果想要体验就是做料理的部分，可能就要提早，你就要安排多一点的时间。对，那
今年开始，我们可能会比较着重于在你也把午餐留在这边，我们也已经找了就是做中式日式料理的老师，那做芭乐寿司。哇，今天你来到了芭乐园，你看到的是芭乐树，那你吃到的是芭乐，你喝到的是芭乐汁，芭乐新茶，就连你吃到的午餐里面也都有芭乐。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行程下来，那让你到这个果园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就充满了整个就是芭乐的感觉。来果园的时间，全身上下下都会喇叭在米头，对，从里到外都是。不过按你唐风的规划啊，就是唔但将迄个讲简单的体验的行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流程啊。那听起来说，阿贵其实已经研发到说，你可能留下来10分嘞。那这边会不会有未来的规划，会是说，其實今年難得來到一轉到6季，因為唔單將6季有唔同的立牌咧，甚至於講6季其他有軌道的觀光的發展或其他的產業吧，有沒有考慮到說，未來規劃一個大家結合起來，變成是1日也係講2日，1天2天這樣子的長時間的一個流程，有這樣子的規劃嗎？其實你已經把我們的後端已經講出來。哎呦，我破梗了嗎？對，其實我們是一個團隊，我們其實有4、5個年輕人。對，那我們的團隊叫深山里。哦，對，那其實我們從去年1日遊程到後來想要做2日遊程，因為我們剛好團隊裡面有一個做露營的。對，其實我們這已經一直有在商討說，我們從烘焙到茶葉的夥伴，然後到也有住宿的夥伴，然後到我自己在做果園的。其實我們在六龜雖然距離很遠，但是我們想要做的是漫遊的概念。對，就是你來，你就是來放鬆，而不是像我們去風景區啊，很緊湊。其實不會，你進來六龜，你就是慢慢走。可能早上來果園才踏青，走一走，吃下午茶。那下午帶你去風景區走一走，那晚上去露營，搭個小帳篷，然後坐在前面開個火，然後喝個茶，對，茶可以喝芭樂茶，那也可以喝我們在地的山茶，對，那第2天再帶你們去做可能山茶的體驗，或者是你有比較想要走哪個部分，因為我們那邊其實也有很多小山，有龜島的步道可以行，對，那我們都會很願意來六龜的人可以接觸我們。那我們其實也是想要為在地多做一點點的事情，雖然沒有很偉大，但是你要有開始，才會有後面的路。那如果你連開始都沒有，我覺得後面都是多講的。哇，唐風咧真是幾好呢，因為講露營係更加一個輕流行的一個方式，你可以去給露營之後呢，加上可以去現在，你們推出的都會有固定的流程嘛，就是已經固定幾條線已經出來，甚至於講假使講對一個固定的路線，也係講你的人數嗰度，可能有一些需要調整的地方，你也做得根據客製化給人的條件。去選取不同的點，才去重新規劃一個流程，是嗎？對，這個當然是一定要的，因為每一次報名的團隊，他們可能人數都不一樣，那他們喜歡的東西也不一樣。那我覺得我們年輕人他去做的改變會比較快速，不是像我今天去參加哪個旅行社，我固定的流程就是這樣，沒有。其實你今天來，你跟我們討論，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流程都給你，讓你自己去選擇說，你今天想要去哪裡，或者是說，你今天只想要半天，那你下午想要放空，那想去哪裡放空，想要喝咖啡，或者是想要喝茶，或者是想去走路，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去配合的，這個都沒有問題。係啊，了解一下講，可能6季當天有那條好吃好高好料，甚至於講精彩的故事，也係你們當天演章底的呀。就你們當地的故事由你們去帶去講，這是最合適的。聰夢，這個流程來講，應該已經有在執行了嗎？有，有你哈提配工，他來過一次之後就再來第2次，或者是他有邀請其他的朋友一起來的，有這樣子的團課或者是散課嗎？也是有，只是說他可能，我覺得流程是這樣，要讓他回去之後會想要帶朋友來，我覺得這才是好的流程，而不是說今天來了一次那就結束了，體驗完就走了。對，所以我們想要做的流程是，他今天來。是他會再幫我們帶他的朋友來，對，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環境下面，其實我們也是一直在做改變，對，當然也是會有一些可能，對於我們的活動可能就是沒有，就是這樣子，對，但是我覺得我們想要做的，真的就只是這樣子，你來是體驗我們的生活，作為咧年客，俺人招待來體驗俺人的生活，佢從過來已經是有4年了嘛，哈，對，10年。
从睇下10年的时间，其实大家都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也甚至于讲在一方面的变成一个专业的，你能更加欠缺讲有一个人，也係講一個團隊將唔能一個專業和一個經驗全部串聯整合起來，和本大家的。那現在你們做到了這個，對不對？對。你自家對你自家來講，一個團隊也好，對你自家農園來好。分開來講好嘅啦，你這個農園裡邊，你堅持的理念係乜嘅？對於一個團隊，你又有乜嘅期待嗎？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的農園，我最大的目標其實就是要讓種出來的東西是我自己的家人也放心的吃。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的初衷，對，而不是說有很廣大的夢想，結果自己家人連吃都不敢吃。對，我自己的東西，我是做的品質跟要求是我的家人一定可以吃得很安心，都拿出來，吃得下，敢吃下去。對，那對於團隊來講，我覺得就是我們也不希望我們走得很快，因為你走得越快，那你資源越多，那你的變質性就會更高。對，我喜歡現在，因為我們已經在鄉下了，我們也不喜歡很緊湊的步調，因為你步調太快，你有一些東西你就會缺乏思考，你就會覺得說，這一場活動我們也要賺多少錢，要快點把它結束。其實這是不是我們原本想要的方向？我們只是想要讓外面的人進來六龜，有我們這一群夥伴，有我們自己的生活，讓你來體驗我們的生活。那讓你知道說，其實鄉下也不會像你講的那麼無聊。對，讓一些人可以知道說，深度旅遊跟一般的我們出去走走看看的旅遊是完全不一樣的。可以讓你來到六龜可以很放鬆，然後看看六龜人原來是這樣生活的。錯噶，就係講。唔看平平迄個喇叭的，唔睇都市風濕度的迄個喇叭的，唔過呢，唔來到六龜，唔濕度唔單講迄喇叭度，唔可以食得到、啉得到、看得到、命得到，甚至講唔聽得到喇叭的故事，全部都會睇六龜地邊真係有嘅，因為唔睇下個環境，錯冇？哇！觀眾朋友，阿龜嘅分享大忙精彩呢，迄咩糖迄之後衝嚟，更加都想去拼過一件嘅體驗一下哦。好，大家有閒啊，真是可以去人六龜，甚至講到阿龜件人嘅去預約談看下先件人嘅故事，體驗一下件人嘅行程哦。再一次感謝阿龜給我們帶來很精彩嘅故事同很好吃的喇叭的豆漿呢，謝謝。好，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那有機會一定要來六龜走一走，和睦農創的芭樂園會讓你有不一樣的感覺。好喲，聽嘅精彩故事，識得好食嘅喇叭咧，更加嚟聽聽欣賞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